那个是不是粘着？粘着嘛，粘着我皮。你不认识我是吧？哥说一点没有黑。一点没有黑。粘着嘛。好的好的，可以啊，崂山美女。面前关注姐。关注姐一个，多可惜一个。好的，可以多个啊。你没有结婚吧？没有结婚吗？没有。好的，那可以关注啊。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如果你结婚完了的话，那我不可以关注。他是亲戚，我不知道，发是不知道。你是谁的家？亲戚嘛，亲戚嘛。我们两个粘着不是吗？确定？确定不是。确定不是是吧？确定不是。哎，圣诞过度的我有点紧张，兄弟们，发誓我这边亲戚多得很。我不是。谁的家？你家的名字可不可以说一下？家的名字这里面说的话，不好意思吧。不好意思吧。粘着嘛，我敢发誓，我敢发誓。你爸爸妈妈都不是粘着吗？我爸爸没有。那不好意思，就是好的。那好像不是粘着啊，兄弟们。我一直都在艺术。我一直都在艺术。艺术。好的。平时做生意吗？以前在做藏袍。藏袍。现在做什么？现在什么都没做。那现在为什么不做藏袍？那时候也发生有点事，所以那肯定是没做。那平时待在艺术是吧？对的。那你我这边那么可以来吗？你我这边那么可以来吗？你说我们两个不是亲戚呀，那可以来那么呀？可不可以？我都不认识你，怎么嫁给你？你刚刚说认识我呀？是啊，就是网络上我认识的。网络上认识的，我是一个歌手，就这样想的是吧？对的对的，我挺喜欢你的歌。挺喜欢我的歌是吧？那可不可以了解我的人品？那你慢慢了解我的人品呀。可以吗？可以的。那如果你觉得我这个人可以的话，你直接可以来那么呀。真的。一辈子的事情，这样不能说。一辈子的事情。就是那么是一辈子的嘛，我也说一辈子的呀，不是一两天的那么呀。好的，那今天第一次认识嘛，对的。慢慢了解嘛，好不好？可以的。反正你也算是一个我的粉丝嘛，对不对？对的。喜欢过我的歌是吧？对的。那呀，我也今天这个我敢确定。今天我是之前我注意这件事情，爱上我嫁给我，什么时候有点不尊重的样子。慢慢了解嘛。认识你歌王司。你确定的。好。40多个走一下，谢谢。那你以后想不想火？想不想当网红？这个想是吧？这个想的话，你一定要嫁给我，一定要当我的妈妈。真的。你现在你粉丝有多少？
我啊，我这里看不到。我看一下。现在你才11000个粉丝。如果你当我的妈妈的话，我把你拉3万个粉丝，可以吗？啊？不是你结婚了呗？我结婚了，哪里结婚？我哥哥结婚了呀。你是不是看错人了吧？我关注你了，我是你的粉丝。我知道你是我的粉丝。你是我的粉丝，也可以说是你爱我嘛，对不对？怎么说呢？可以说呀。如果你不爱我的话，这个可以说吗？喜欢我的歌是吧？对。对，我知道你喜欢我的歌，所以就是当我的男娃的话更好，那就大头头干这了，知道不？对。大头头干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吧。所以你好好爱上我的话，把你拉可以3万个粉丝。是。哎呀。你读书怎么样？你读书怎么样？读书不行。读书不行，没有上过学吗？没有，我汉字那些都学的，都是网络上学的。网络上学的，那现在学的好不好？现在还可以。那你挺聪明啊，真的。我爱他。挺聪明，真的聪明。但是老乡，我更爱他。我问你一个事情，你可以说吗？你今年多大？29岁。那刚好，真的刚好，大也不大，小也不大，小也不小，刚刚好。目前我心里想的就是那种女人。今天运气不错，兄弟们，又得到了一个新的男人。感谢。真的。我跟你说实话啊。去年的话我有37个男嘛。今年的话，目前我一个都没有。真的。一个都没有吗？对，一个都没有，发誓没有。所以今天晚上刚刚好你来到这里，特别好。家人们点点关注下，没有关注的直播点点关注下。我真的喜欢你的歌，真的。这个我心里话，真的。你会不会唱歌？唱歌我自己学了一点点。好的。那我先听你的声音，你声音不错的话，我可以当，真的可以当我的男嘛你。我们两个打一场 PK， 你输了的话，唱一首淡淡的歌啊，好不好？可以的，谢谢二哥，谢谢。好的，那我们两个直接开始了啊。可以的。他说我们两个是老乡兄弟吧？他是群口根本那边的，我也是群口根本。我喜欢他的歌，真的。你们真的不要笑这样，不要带节奏啊，家。他是老家哪里？他是老家我们这里的，登口乡。感谢点赞，咱们所有的人帮我点赞，谢谢。谢谢白马王子哥，我们先听他的歌，兄弟们，一人帮忙送一个小星星，好不好？但是，一人帮忙送一个小星星，好不好？没有欺负，那是我老。好好追他，今天晚上我好好追他，今天晚上真的。感谢我的康巴汉子哥，谢谢大哥，欢迎。来，所有的兄弟姐妹们，小星星、墨镜、日期就有的话，兄弟们，拿捏的试试打一下。今天晚上得到了一个新的男嘛，我就把他直接带过来我们的老家，真的。15年前同样可以唱，兄弟，15年前同样可以唱，能不能来几个墨镜，好不好，兄弟们？小星星、墨镜、日期就有的话，兄弟们加油一下，千万不要输啊，真的。千万不要输啊，兄弟们！这次赢一把好不好？让他唱一首歌，我想听他的声音，好不好，兄弟们？保时捷私人飞机有没有，兄弟们？也是你弟弟，什么意思？没有关注的直播点点关注下，好不好，兄弟们？笑了，叫人不捏到手里，紧着捏的呀。
那怎么捏的，兄弟？你帮我解释一下，我发誓不知道。他说我们两个不是捏陶输了，确定不是输了。怎么捏？你帮我解释一下嘛？捏里捏到，你帮我说一下嘛？兄弟们，保时捷日期就有的话，加油一下，让他唱一首歌，真的。没事，等到起里些对么就这面捏陶音那个这些上面，年个没在给这言语。欢迎新进来的朋友们，感谢短音官方，感谢短音平台。点这边短波的多，你这边不短波吗？有点少。有点少是吧？好的。再走是走，有点少。看看你的身上好了。谢谢点赞，谢谢。那之前不用干嘛？之前你们不用干嘛？他的身材只有管我更是吧的，知道不？其他任何人都不管他的身材，真的。你不用理他们啊，知道不？谢谢点赞。咱们所有的点赞组一个，谢谢。他那边实力挺大的。他有兄弟姐妹们，一人一个小心心，加油！他说没有结婚，我说假的，真的。没有结婚，我哥哥结了，弟弟结了，我一个没有结，真的。人家说你有3个孩子噻。那求你了，我哪里有3个孩子？都是我哥哥的孩子呀。他说没有，不相信。我哪里有孩子？那些人给你带节奏的，知道不？带节奏的，你不用相信他们，知道不？我相信。你相信我就可以了，我给你，我不动了，知道不？好的。兄弟们，一人一个小心心，一人一个小心心。我们先听新南玛的声音怎么样？我们听他的歌，真的，新南玛的声音怎么样？谢谢康巴汉子哥。让所有的人点赞。欢迎白马彩铃哥，谢谢白马彩铃哥送来的小心心。帮忙做一下，有一点。我的白马彩铃哥来了，真的彩铃哥来了。感谢所有的兄弟姐妹们，加油一下！我们先听一下新南玛的声音，听一下发手。他这个嗓子可以的话，我直接把他今天晚上嫁给他。我没有结婚，人家骗你的，知道不？哪里结婚了？你不相信的话，我明天那个头痛播音给你发一下，你民政局里面查一下，我结婚证办过没有？你查一下就知道了，知道不？我给你我不有了，真的我不有。兄弟们，欢迎你们。是你们两个有点像，有父亲像，对，我们两个有点像，有父亲像，真的有。人家说我们两个有点有父亲相说了哦。真的，我们两个离婚一点点有了哦，缘分一点点有了。欢迎太阳哥，兄弟们，保时捷一个送一下好不好？那边上来了，那边上来了，讲知道了，一直在但我们两个文化也一样，这真的。年龄他小一点，他是29岁，你今年刚好29是吧？30岁应该到了吧？属猪的应该到了吧？对，差不多，我看得出来这个右边的这个眼睛看出来。不是这个有那个。谢谢。对，那个是吧？没有。好。我以为这好像30岁到了。谢谢康巴汉子哥，感谢大哥，兄弟姐妹们，现在加油！保时捷热气球有的话，现在上，兄弟们，让他唱一首歌，我们听他的声音，真的。新南玛的声音怎么样？兄弟们，保时捷热气球有没有？感谢我们的康巴哥，谢谢。30都没到呀。有没有热气球？兄弟们，一个热气球加油一下，真的谢谢你们。上个热气球没咱们。听一下他的这个声音，特别搞笑的兄弟们，我唱歌有什么嘛？真的，每天晚上都唱。没有唱过、没有听过的歌，听一下的话更有效果，真的，兄弟们。你们真的想开心、想快乐的话，这把让我演一把，真的。你们想不想开心？想不想快乐？感谢康巴汉子哥，每次都靠康巴汉子吗，兄弟们？直播间里面有770多个人，7700多个人，所有的大哥大姐说给你们一个保时捷好不好？太阳哥能不能来一个保时捷？不然的话，对面来了一个保时捷的话，我输了，真的输了。兄弟们加油下！欢迎太阳哥，谢谢太阳哥，真的。
破费了，大哥，能不能来一个保时捷，兄弟们？在我不怕了，发誓不怕。对面来了一个保时捷的话，我的个妈呀！谢谢唐岩哥，谢谢唐岩哥，感谢我的康巴汉子哥，感谢唐岩哥，感谢所有的兄弟姐妹们，谢谢你们的支持，兄弟们。最后守他，兄弟们，最后守他。最后来了一个日期的话，发誓我输了这的，兄弟们。谢。哥了，是给的，我赢了。感谢太阳哥送来的日期就谢谢大哥的支持。破费了，大哥。好的，我赢了啊。我是300多，你是200多。打完了。好的。谢谢你的支持。那你声音这个可以的话啊，这个声音可以的话，明天之间可以确定，你可以当我的男嘛，真的，我也任何人的其他女人不找。你要好好真心爱上我，知道不？今天晚上你起来，好好唱一首歌。起来吗？肯定起来呀。喂。对。谢谢太阳哥，谢谢康巴汉子，谢谢永正哥，兄弟们点关注下啊。发誓可以，现在男女的有了，兄弟们。你妈老子。可以不是你放大一下，我不用放大。我帮你放大啊。你要放大。等一下啊，我帮你放大。你这边可以放大吗？这边的话应该不行，那个2个人的话放不了。2个人可是可以啊。但没事，就这样看得到。好的，你这个不要动嘛，这2个胸不要动嘛，就直接唱嘛。还行。现在可以唱吗？可以唱了。可以唱了，你想当网红的话，今天晚上是最大的关键，知道不？千万不要错机会，好好唱，真的。秋夜梦中三秋，闹那秋节罗，马当西木张袖，跟着我秋夜，闹那秋节秋节罗。声音能不能大一点？声音太大的话应该不行吧？没事，比这个大一点点嘛。比这个大一点点嘛，好不好？秋夜梦同三秋，闹那秋节罗，马到西木张袖，跟着我秋夜，闹那秋节秋节罗。兄弟同心同劳，到那秋节罗，日东日把节地。再不会了。好的，还可以。那我今天晚上考虑一下，我想一想啊。再打一把可以吗？你这个态度可以，真的可以。那个就是我有点紧张。有点紧张是吧？有点紧张，就是我最近学的这些，没事，你的音色很好听。是。音色好听，真的好听。好。再打一把可以吗？可以。你输了就唱个歌，最拿手的。好的。谢谢。那你输了继续唱歌啊，就刚刚那样起来唱歌啊。可以的。可以吗？可以的。咱们点赞走一下，真的。真心话可以。我赢了的话，我问你真心话啊。可以的。你不要骗我啊。我才是他的人嘛。我才是极限人，反正我们2个不是粘着呀。粘着嘛呀。对呀，这粘着不是的话，什么都可以玩呀。这可以。好的。大家对了，咱们这些大家可以。
真的关注兄弟们，关注走起！让我们所有的人帮忙走一下，谢谢谢谢。感谢点赞，感谢这样所有的人帮忙走一下，榜一大哥这一次帮忙一下，真的，他实力挺大的哦。感谢关注。不错啊，兄弟们，这个女的反而是不错，身材也有，长相也有，主要是这个右边的这个眼睛有点点有问题，其他都可以，改造也可以，反而是可以。但没事没事，现在眼睛好多了。感谢关注走一下，谢谢。感谢点赞，感谢谢谢啊，谢谢。你喜欢帮我点赞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兄弟们加油下，加油下，帮我过个加成，帮我过个加成，兄弟们，一人帮忙送一个小心心，加油！小心心热气球棒棒糖有的话，兄弟们加油下！直播间里面有100多个人，此时此刻的小心心墨镜热气球，兄弟们加油下！真的。感谢点赞，咱们有票的上一下吗？真的，感谢点赞。想干嘛也是，没事137路没到，我就喜欢他，就是想干嘛就干嘛，真的，反正他漂亮呀，兄弟们加油！他那边上去了，他那边上去了，谢谢。继续加油一下，兄弟们，继续加油一下，谢谢谢谢。感谢，谢谢我的大哥。热气球能上一下，热气球。谢谢谢谢兄弟们，小心心墨镜、棉花糖、棒棒糖、热气球，兄弟们加油一下，谢谢你们。热气球去上一下，真的感谢点赞，感谢送的啊，感谢送的小心心，感谢咱们这边肯定会上，真的。感谢点赞，感谢。想拿着米多冷开了，下路不能在你就。感谢，感谢。把弟弟来给上手讲，家长给他上。兄弟们，现在上！热气球、墨镜、保时捷，大的、小的、中的，有什么礼物上什么礼物，兄弟们上！所有的大哥大姐说给我们，现在有没有热气球？热气球，兄弟们！现在有没有热气球，兄弟们？热气球双倍，双倍1.5倍的加成，兄弟们，1.5倍的加成，1.5倍的加成！哇塞！感谢我的美丽男子哥，谢谢送来的帽子。所有的人帮忙走一下，所有的人帮忙走一下，真的。其他兄弟姐妹们有没有热气球？热气球，兄弟们，一个热气球有了的话，你妈了存赢的。感谢点赞，咱们有热气球的上去，对面上了一个热气球，我们家完蛋了，真的。真的，我有点紧张，因为他是一个大网红，第一是大网红，第二他是歌手嘛，我挺可怕的。感谢点赞，感谢，让们所有的人帮忙走一下，帮忙走一下，感谢点赞。第3个是，然后第4个是，以后我们2个，感谢点赞，感谢，啊，我的榜一来了，感谢点赞，感谢。所有的人帮忙走一下，讲40秒热才真的，40秒热才加们真的。最后热气球保时捷有的话，兄弟们现在上，现在。热气球保时捷私人飞机有的话，兄弟们最后守住一下，有没有保时捷？有没有热气球？感谢点赞。有没有墨镜？兄弟们加油一下！不要让我说20秒热气球。就3个墨镜，或者是1个热气球有的话。说不得会真的，没有热气球的话有点可怕，真的。大兄弟们，30秒热再求你们了，真的求你们了，上一下，不要让我说，真的。他就让你不要说这个是介绍了，就说个什么个，确认给你们就开的个。谢谢啊，谢谢朋友，从来有嘛改正气啊，催人气的，那么改正气，谢谢。还是可以啊，这个女的，越看越漂亮啊，兄弟们。你身高有多少？身高1.67米。体重？体重不知道。好的。好的呀，那我输了。唱个歌吧。
唱什么样子的歌？你那个最拿手的歌，需要爱情的歌吗？那都行，我喜欢。我最拿手的歌，谢谢。哪个是我最拿手的歌，兄弟们？电脑关机了，反而是电脑关机了。感谢点赞，感谢。点点关注一下，兄弟们，关注我们这个点点之旅，这边点点关注一下。我们这个唱歌唱完了的时候，在我有下部去演出，兄弟们，点点关注一下你们，你们帮我点点关注，加油，兄弟们！关注一下，谢谢点赞，谢谢。我这个电脑出现问题了，今天晚上。对呀，可以的啊，策人就可以的，怎么不可以？策人，你上了我那么多的票，我怎么不关注你呢？真的。四度你妈唱，感谢28G 的歌啊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四度你妈是今天唱的嘞？四度你妈，谢谢。四度你妈我不知道。谢谢点赞，谢谢。那我就唱个。三度年没我在，咱了用来去上夜的路。这个好一点，还是阿忠罗罗好一点，兄弟们，你们说？感谢点赞，感谢。阿忠罗罗的好扣个1，天亮这里的好扣个2。这个好些，好的，那就唱这个《熊夜的路》。谢谢。扣1的多，那我就唱这个吧。那我天亮这了唱啊，兄弟们，天亮这了。感谢点赞，感谢。谢谢啊，谢谢策人你们关注啊，关注记录啊，真的。感谢你们，感谢。好的。Hello， 酷狗。马上就可以了，点点关注一下，兄弟们。再去的嘞。谢谢。伴奏的声音小不小？可以的。好的。谢谢。再去的嘞。策林，说三度年没我心，咱了用来去上夜的路，都知三界有这三年这。夜满大山丘，熊夜的路，东东大瓦有能，下了在你人的熊夜的路，当作这满不能到连长。再给的嘞！喜欢的朋友们点点关注一下好吗？刚直播的点点关注，加油兄弟们！我把咱们妈妈不能这个走才去弄，谢谢你们的支持。